时分，东势客家文化园区人潮逐渐多了起来，学生、游客纷纷来认识客家文化。你看哦，这个是以前这个。导览员带领小学生们细细诉说客家故事，仿佛踏上时光隧道。闽南人是不是会拜那个神明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们这边对是拜山上国王，哇，小朋友好棒，以及所谓的那个我们的祖先牌位。从大厅的摆设到寝室、餐厅，每个小区块都在告诉游客，这是咱们客家人朴实的生活写照。他们喜欢木头的东西，所以因为他们开垦的过程当中，会变成说他们很节俭，有很多东西用了很久，他都舍不得丢。像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流传这么久，也是这个原因。超过100年的钱柜，没有华丽的装饰品，只有木头上留下的岁月痕迹，隐约传达客家精神，也流露出小镇居民的情结。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提供一些东西出来参展。哦，大家都很热烈啊，来了我们必须要造册啊，造财产名册啊，然后要把它分批放好，就是这一期展这个，下一期的，有的没有展到他还会不高兴。由火车站改建的东势客家文化园区，不仅有着客家风情，火车站的面貌也原封不动呈现。像现在看到白色这个是以前的候车月台，这个火车候车长条也是可以带动很多记忆的。哦，这久了，这个最少40-50年有。走到外头，阳光普照的好天气，马上带来好心情。3、5好友相约骑单车，沿着铁轨徜徉在树林小径里。东势支线，台铁东势支线的轨道，后来我们把它改成自行车道。对，假日很多人刚开始的那几年在自行车道是会塞车的。微风徐徐吹来，不管何时在这儿都是凉爽自在。难得的悠闲午后，来到东势小镇文化园区，回忆老旧车站，体会客家风情。东势的客家园区里，听见孩子的惊叹，看见游子的思乡。没有火车站里来去匆忙，只有丰富的客家飨宴，只有我的感动时刻。